大家好，今日同大家攻略強敵來襲端白星高達 Level 20。我哋一樣睇咗隊伍先，繼續主打防機。一隊就落重高同埋 Double Z， 配埋新人類啲主力機。二隊就換咗隻 F91， 配埋王牌機嘅主力輸出，就完成隊伍。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開始。呢關就唔係特別難打，最主要引隻端白星高達落中間條路圍毆就解決所有問題，真係正中入佢中路。一開波先用 Double Z 開一炮，削啲機一半血先，之後開始清場，步溜殺住一隻敵機先。沙殺比先殺中間嗰隻敵機先，呢個打法咧係令佢一陣可以行上面殺嗰隻有2次支援技能嘅敵機，壓縮敵方嘅支援火力。唔係嘅話，我哋有機會會係敵方回合嚴重失血。打完上面嗰隻敵機，我哋拉翻隻沙殺比落返嚟。一來清埋係底下嘅敵機，二來保證有足夠防禦支援可以用到。隻白卡都係先清咗上邊嗰2隻敵機先，但係留意佢最後個企位有少少特別，佢要企返喺層樓後邊，原因係企喺層樓後邊嘅迴避率似乎會高少少。咁重高殺咗隻敵機，就開個盾技，同埋靠中間移動之後待機。由於我哋嘅最終目標係要將嗰隻端白星高達引落中路，所以啲機都係會向中間移動，好似部 New 咁。部91冇咩特別啦，一樣向中間移動，再開個技。部正義高達就向上行，首先開技打落中間指敵機度先。嗰就係主力輸出嚟嘅，呢回合先殺2隻敵機先，等佢可以快啲開到超一擊。至於最後嘅企位同白卡一樣，都係企喺層樓後面，咁樣迴避率會高啲。獨角獸同埋正義，仲有 Strike Freedom， 就會組成一個小隊上面殺敵。呢個打法就係要確保敵方係佢哋回合嘅時候可以用到嘅支援攻擊係最少，同埋可以拉走啲配角機。Strike Freedom。打完最上嗰隻之後，一樣都係退返落嚟，喐埋第3下。當然最終企位同樣都係喺層樓後面。基本上唔係 boss 機或者配角機打你，都唔使開防禦支援，用生命值硬接之後，直接開大技殺咗啲敵機就得㗎喇。
步端白星落嚟打，就開防禦支援檔，之後做埋反擊。步端白星有3次行動機會，所以我哋啲機唔好推咁上，等佢 miss 1次行動機會，之後佢落到嚟，用2部盾機擋咗佢個2下就冇問題噶啦。咁到返我哋回合，你見步端白星已經係俾我哋啲機包圍住，呢個時候就幫佢上晒啲減攻減防增傷 debuff 先，之後再全力輸出。邪魔するな！獨角獸就配合 Strike Freedom 清埋上面啲敵機。爭いを咁右邊呢，清到差唔多，就開始喐咗邊嘅機。沙薩比先殺最上面部敵機，之後再打部配角機。我哋推埋隻 double set 上去打，減一減部配角機攻擊力先。接落嚟，沙薩比開技，最大力輸出打落支配角機度。之後呢，我哋就揾白卡執埋支配角機。白卡開技，同樣最大輸出打落部斷白星度。另一部配角機就俾 Strike Freedom 打到底血啦。呢個時候就用 God 執埋佢，順手等部 God 開埋超一擊。呢度就先回血，因為呢個回合打佢唔死，
我哋要預有足夠嘅血量食佢一次攻擊，跟住反擊，回咗血就開大技打落去。結露なら咁最後呢度就一下防禦支援，再反擊帶走，咁就過關啦。今日條片就到呢度，我哋下條片再見。